嚣张保时捷女司机扇人耳光，事后道歉，竟说自己的豪车是个三手车。保时捷草帽姐扇耳光的事迹很快就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，甚至一家美容店还专门做出了草帽姐卡通形象的招牌，不过第二天就被撤回了。迫于舆论的压力，草帽姐也很快给网友们道了歉，并澄清了一些谣传，表示自己的老公并不在本地区，两人都是初婚。据草帽姐说，自己家的房子现在还在按揭贷款，至于保时捷也是一辆三手车。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希望大家能放过她的家人。现在他们全家已经难以正常生活。事后，双方经过派出所的调解，已经达成和解，并没有激化矛盾。草帽姐因未按规定掉头罚款200元，又因穿高跟鞋、戴帽等不规范驾车行为扣2分，罚款50元，共计罚款250。听起来确实是那么回事，那么大家又有什么看法呢？